今日嘅福音講述兩個門徒喺耶穌受難之後，帶住失望同埋困惑嘅心情離開耶路撒冷，前往厄瑪烏。但係呢個旅程竟然將佢哋由失望變成充滿希望，真係一個神奇之旅。而家就重溫一下呢一段經文。那天，門徒中有兩個人往一個名叫厄瑪烏的村子去，村子離耶路撒冷大約有11公里。他們彼此談論着所發生的這一切事。正在他們談論和探討時，耶穌親自走近，與他們同行，而他們的眼睛被蒙蔽了，以致沒有認出他。他問他們說：你們一路上彼此談論着的是什麼事？他們就站住，滿臉憂愁，說：就是關於納匝肋人耶穌的事。他對他們說：無知的人哦，對先知所說的一切，你們的心信得如此遲鈍。難道基督不是必須受這些苦，才進入他的光榮嗎？於是他從梅瑟及眾先知開始，把所有關於他自己的經文都給他們解說了。當他與他們坐下吃飯時，他拿起餅來，祝福了，擘開，遞給他們。他們的眼睛就開了，認出了他，他卻在他們眼前不見了。他們彼此說：當他在路上跟我們說話，給我們解釋聖經時，我們的心在我們裡面不是燃燒起來嗎？他們就在那一刻起來，返回耶路撒冷。在那裡發現那11人和他們的同伴聚集在一起，他們說着：主真的復活了，已顯現給西門了。這兩人也把在路上的遭遇和他怎樣在擘餅時被他們認出來的事都述說了。經文裏面嗰兩個門徒會唔會正正係我哋生命嘅寫照呢？當遇到苦難、挫折或者迷惘嘅時候，我哋都會好似佢哋咁耷頭耷腦，甚至想離開自己嘅信仰團體呢？但係耶穌見到嗰兩個門徒咁嘅樣，並冇責備佢哋，反而係親自走近與他們同行。講真句，天主從來都唔會喺我哋遇到痛苦嘅時候遠離我哋，佢會以不同嘅方式進入我哋嘅生命。當然，我哋未必認得出係佢。但只要你了解佢嘅一切，就會察覺到佢嘅存在。就好似呢兩位門徒一樣，當耶穌拿起餅來，祝福了，擘開，遞給他們時，佢哋嘅眼睛就開咗，認出眼前嘅人就係復活嘅主。所以我哋要多啲睇聖經，去了解耶穌嘅一切，咁樣就會幫我哋遇見真正嘅主，亦都可以避免咗被假基督或者假先知嘅欺騙。教宗方濟各亦曾經引用過教會歷史上極為重要嘅學者聖葉理諾 Saint Jerome 嘅說話，提醒我哋不認識聖經就是不認識基督。當你認識咗佢之後，你嘅人生都會開始改變。與此同時，你亦會願意為佢做一啲事，而且會謙卑待人。呢啲情況喺你身上發生咗未呢？主佑，下期再見。